请听上篇台是老年夫第3位人子，由张建林、张建国演唱。一眉称，把3位夫人一求啊！想想高些的闲话呢，讲得实在有理。因为我给到大姊内夫人出来，只要为啥，就自烧香。那么就是刚刚夫人讲过，老相公啊，叫人手没得知。你自家不晓得就知，我本人的女子们要杀他，那还说不过去。所以现在一门亲想高小想出来个办法了，好讲。今朝真用真规谁如谁坐牢，但是现在叫我宫门之中好随人，要一个放。而且我不管理37年，一种会来一个放一个，来一个放一个，其中就是有真的，好把我放的。现在呢，11个人当中放他10个，虽然再留一个，那么一没成做你的，好的什么一个，总归放不拉到。不过后来也想说，那么史公上什么一个是真的哪呢？都要看事体了。现在听见当朝的人喊是那位相公兵体捷报，一路人打过来，因为熬头了，真用他当朝都进来，要过天津再到天上，不晓得李相各位夫人老有已经看见，而且一没成还看见，都是来这个年纪轻的读书公子。因为一没成刚刚放他个10个了，谁是都衣裳抓得跳了跳，叫一毛不走，而且人品还一塌糊。现在来一个，一没成看得没对，不晓得旁边夫人刚好个质疑，为什么这个3个太太相知心切，给到来要想得上一个女子，还有啥就让一只半女们真好上。那现在还看见12个读书人，而且看你相貌堂堂，人品确实是这2部楼外斯文最最，看你一身打扮，一个读书人，金毛海青，自述清雅。哟，好啊！相貌堂堂，他没听莫随欧不真，四百人翁水地就提的都不相来必定列军开的夫人心内
人看得得意洋洋，面孔上笑嘻嘻。刚刚笑嘻嘻上得意的辰光，当时母亲起开焚烧你。来，上讲吧，请上去见礼呀。真勇，打上来，心里想慌。哎呀，这年头爱惜的大头子伊母亲，不知你哪门了啊？为是你爱情一代内就是小定要为，不知哪讲法子了啊？的心里有点慌。想好一番话，打进来做的了，三姑娘蛮多的人的，对朗向。今么一声，身上海清爷爷正义，向上一步。啊，大圣在上，再生季大人可对不？这位贵公子不敢请得起。是，都记大人。请问贵公子，夫居红池，真姓大名？哟，易大人妹妹讲。一心长来一时用，我家居总为本人送，昔日弟弟于死者。伊母亲一听，姓张，是杭州人，要做御史。伊母亲一想嘛不想了，想是杭州有个西代御史叫张子明，不知阿是里多要。请问贵公子是临真大人，他叫我名字是今人在呀？哟，大人呐，他算是自命的许松。这对是西代御史张子明的儿子。张子明人狗屎的，倒是伊母亲他们根本夸了，把主身体在身边当场来看守我的事。你为相公请坐了，来，是，张家一阵。哎呦，可是真用下的现在，这本身呢就是乃是小定一二位，那我为我难说。现在没客气，叫我一日，根本落得。大人，张家一人是，此辈要往哪里去呀？哟，不大人呐，为这位家中父死将我走，我若是到某居家中去用功，我言之真门有备做，我是张勇是日是怎能用？
大人放我归家，把母亲去，县里大人谁得自身富贵用，三老不大人上小日回家去见母亲，那大人一定非得自身。嘿嘿，但是一母亲听见这句非得自身富贵用了，你说的别人听见考我一句好话嘛，怕那个磨皮嘛。嘿嘿，但是一母亲听见出去啥事体，你心里是个想，你现在是还是来充美的，你晓得东西自己是一母亲你们自干哦，你自身外来富贵用，所以呢，一母亲听着个句话，非但不考而起来了动气，哦哟。旁边的大夫人啥时看出来的？刚从啥时大上看的？哎呦，各位公子上的十六标志，一表人才。那么真正的人打进来了，觉到眼睁人的杀一两的来。现在听你了讲，上最西来于是张世民的儿子。再有一句话嘛，触动之理者。那这里自身外的，你看来那人呢，好突然上去，我懂管，你自个不知自身，别人讲希望来自身外的好闲话，你反而上去。嘿，大夫人这里的所叫趁这个一个机会，我来跟你讲讲，求求你，那讲法子呢？先生，不就是那么叫人啥？老相公，夫人，请问相公，这位公子谁家之子？夫人，你所不知哦，他是杭州西代御史张子明的公啦。心里想说你对我们来这听见个事情不是龙吧？寓意门个，请问老相公，问若来，张子明昔日为人，为国是宗师级。哎呀，对高小妈妈你真扎了让从心经，你问我啥？张子明为国了，为是宗人的，为是基人，还我在哪一个？那么我哪会当你呢？谁叫我当你是父亲？我当你讲何夫人啊？张子明是大宗人，那么你高小想，那么你老男人是大的奇人。那个张子明是人的行业，因为从心里明白，张子明的上报道、黑人、朱云龙等等，这批人打得好，但是咱一心一个心一个心少的，我不来去洗不掉好。那么现在我哪会打呢？说是今日了，未必比不人老。你会答得出来个句话？哈哈哈！夫人啊，提起张子明，与我都是同朝为夫，我们都是大的忠人哦。夫人说你的脸那个面孔说得出啥个？大个忠人来，老是讲那次你家不够得出来，两个谁上了？你是基人。我们是忠人，到底看我说不出个？只好问到我，那你谁是忠良？怎么说你的没看？我是拿忠良个句话来说说呢。娘呢自个心里有什么的，哪会得不仔细？
来相公夫人，那相公啊，夫人。你开出意，头女也死人胸中谁有风是是将来是东风两地差别的命相公啊，是少年我同的记，像那忠良有这样的后代跟再来侬你妈妈来看看呐，这个叫忠良之后，把人家生得标志嘛，忠良给这样一个儿子，奶奶呢？哼，相公啊，对，我与你不舍之你。从心下，求相公你非是非是而后人，你想想看。我当你大高才53个人夸着，所以呢随便做啥事体了，一想一想，那么属于在做，是的，老相公啊，你看呀，看什么？你看那你送多少鸡儿飞，那一个地下有好儿生，那侬人来想想看，你送个的学生子几年子，还有啥好个子孙？嘿，倒是夫人这两句闲话了，分量没要送，而且真正当到姨母亲心里，姨母亲心里还要想。那现在一个比较，张志明问我还是终身为的继任，那终身继任来看，非要吃在口里该是他一个好的儿子，留下来再问我相公，你送与几何小辈？对呀，你送
你是为这该个男你来着，我是只有300。这是你几年之外有小问我，小问我还值得一个男，嘿，傻小我倒是3不小辈。现在不高兴，刚到给他们夫人啊，老相公，话是讲得有理，张子明生下这样一个好儿子，哎，夫人，你我夫妻如何啊？夫人就是这样意思。在你忙忙说的老相公啊，那虽然你叫那个该次一道到杭州来设想举子，还能够得个一子半女，这得够再想想看。现在呢，你是这个人子，守理杭州不发令你举子得子，想出来个小男，那像各位公子一样。将来那几个年龄，70岁多的子，那么老是讲谁都的个会看不着了，所以对老男人忙忙说的老相公啊，自告将来总归不是一个勾稽命令的好，就是面孔标致，肚皮里向学问好，哎呀，虽知一人，你看是哦，好。一门惩罚了夫人，一讲越想越好，越想越好。是啊，后来了呢，意思里就是说，你该想举子得子养出来小狗像李斗，你要70多岁。我已经要将近50，你这个样是已经毛年岁，老老实实说，我自个对年纪了，大一个儿子出去要像李这个斗，怎么了？哪怕我踩了水里，别人看起来哦，53个人给12个儿子在。我是够说，现在这个对年纪回到经历岁数一样，我50岁模样，抱一个儿子为了做梦哎，我跑出去哪位里？对，现在我是人人容易个吧。刚刚我听你闲话在了浪才，张永南讲。到娘舅屋里去读书，屋里不老师教里读书，这里读书是为少年，也得晓得。那读书你们总归为公民，那么我落得我个句闲话吹上去，所以每次想到这张，越想越对。你认为啥？我个句闲话说出来，哈哈，来得正好，李总马上要吹上来的了。啊呀！你老八大人呀，我做儿子靠我的，不落到句话来，你没听啥个想法啊？张家言者，哎，老八大人，我却问你，是你到的金陵聚用，哎，你为什么啊？去，这样一口大的敌人，问个闲话来去想呀。懂那么懂，爱上来举子由下来为的少，都是这个读书呢，我来嘛总归是顾客想公民嘛，啊，都是这个。根本呢，你不懂，我也讲不来听啊，老八大人是，你说之类嘛，谁为这公民良字？哦，谁为公民么？是啊。你们请下来在，咱们拿公民来讲给不你听听。张家言者是，哎，小林曾大人已经去世。哦，上一说得好，赵李无人莫走过，将来你进京改考，是若夫人招公，永开。要得功名也非容易呀！哎，曾永祥，虽然你是奸人，讲两句闲话大有点道理。那个闲话
叫沙里无人莫走过。再来我许多的男孩分经过客，不人提拔，不人帮忙，都不知道过。那么既然那个机人当不了讲嘛，还是这个神秘的举手啊，老不大人也这。倘若将来小日分经改考，就让老不大人提拔。张家也真是用不着将来提拔啊，用不着将来提拔，那么拿现在提拔，真有觉得奇怪，怎么哪会得搞3句说呢？得不懂，慢慢听上课。老不大人，此话怎讲 ？No， 只要一直为了公民，监督四书，跟随下官，东往进京，此项皆公业过劳，当饶太师，你送一人之下，3人之上，只要他人提拔，公民2日一日非战。不过因之，有一义你要记住，只做提拔于你，太师问题，你我实不相称。是 ，no， 倒不是，虽趁此机会，你我结为父子，那你是龙儿，太师是你的祖父，他提拔起来，你一顾不及，是容易得了，倒不是从此改去相称，不知一者以下如何？哎呀，那么真用听子出来，怪不得当我考起这了10次半日天，万般是不随时呢，要弄我勾记命令来听呀，提拔那边当个进京，随时被我称呼上隆隆听上，他是随时啊，那是我个20么3个姐姐的了，不要帮我做儿子，这不总算是你送了生子出，这样一来呢，将来提拔起来做起官啊比较多。真用做你的个冤枉，我哪讲呢？我又不能够当来讲，我当来是有讲。你个哑了娘，随时不能多个被奸人杀掉的。我再来叫你哑，随便哪不答应。那么心里想一想，太托太的社会靠起的啊，老不大人一直，倘若老不大人提拔，此事最好都没有。好啊，从此改去相称哦。代理妈妈来听听上呢，我说最好都没有是是这一半了海了呀，我对外语我了海了，这上个机人在就是一个字呀，有个没哈，真用机人呢是有意思来讲，那老不大人。
民不生神无是福，真该在大人膝下。所以小时夫妇被大人攻击命令的。哎呀，你没曾听过这两句话对张勇可那个中卡起的啥？张家言者是后必须此客气。哎，你夫妇老夫与夫的呀。这个那么讲个什么？其实我是推脱呀。那么推脱有啥？我告诉你，这当然讲我当然问我相错啊，个配不上。那么我说我是不服的，其实是推脱。把这个机器人介绍听不懂的，你说不服，你说有服的，就说你不服，我有服，你呢？我就这个是听不来是吧？根本就不能够垃圾表示说啥个两啥，我无服，这个总要多两句闲话的咯。真用回来一想嘛，就是，既然我这样推脱呢听不出，那么说叫让我说的有点，让那个机器人呢叫无法上大法官对。老不大人张言之，所以要被老不大人公主命令，那此事小人难以做主，要家母做主的。那你没曾听到这两句话，像是要怪我讲的对，应该的嘛。你哪做得落去？要你做娘做主。不过你没曾再想，不该，我只要慢慢到娘来了说啥话，我马上派人去这里就来了。对，张言之，是林当夫人，时间在何处啊？是。哎呀，真用一听么个我不对了，还是我让门去上然后这意思当中是要去接得来个。哎呦，我这也是这样子。那么有人可以说这是那个弟弟不给这个哪讲法子呢？刚才像龙江嘛，中国龙江的是，我这是我去过。家母在请我饭与师傅。好。既就是此，我命人把铃铛送人进来。来人立刻递交到青龙坊御史府张家，把御史送人进来哟。谁丢人刚正要这样开出去，嘿嘿，就是我对的来着。这个当场当分到里向，喂，大人，我是清河坊御史张夫人到。你当真讲？张夫人到。哎呀，你们曾听见要请的人，要请得在人啊已经来了。在刚才看嘛，你们曾向我答来，是有父子之友，张夫人来的。把就对来嘛，对真是张勇。张的言之，老不大同人听得铃铛夫人他来了。这个嘛，我对来个分娘哟，这个娘的上边要搞一个字个叫舅娘。我老奶们的说得了，我认为也要娘说是娘的哈，是舅娘哟。我临时收个辰光，我就分到舅娘刚好不舅娘，我在外头做些农家，把人家出来，我问起来，你总是我说是那个儿子，这句我从来分高兴。那么你舅娘也分晓得的，顾得给他来，一定是得信我白做家法的。到里向看见到我们百事往当一上，哎哟，为什啦？叫我熬上几人也不是新人，一听哪里呀？娘家儿子叫熬上个，哎哟，这个大家隆隆清爽，还是我大家。真用心里想得老少去，根本哪弄法子呢？刚就想出一个办法，啥个办法呢？我对舅娘来着，我刚吃刚的时候娘来着出去吃，在我对这个辰光，那么你都不来是个，几人都比也要看见的呀。
我老有分口及举娘西哇啦哇啦嘿啊，母亲，因为举娘还是聪明，听哇啦哇啦啦嘿的母亲们一定得周身来见我，哎呀儿啦，那么一泡民风。那么他手里的还是这次我哎呦为生啦，我可绝不为，因为你个举娘是聪明的呀，注定你对不建议上啊，老不大人，这么到来，陪我出去先去。好，你没成想，但你一道出去，你下应该去去，所以对把酒来带3个高小，讲一声，住在张夫人到了，来。快去也来这隐隐住在高小口口真正要拍拍毛皮啊，要努力的儿子弄过来，不然你做儿子的3位夫人立起来根子一枚称，而且李大张勇一道出去都应一上吩咐来是我也的张夫人人在张夫人，人在张夫人，我的御史张夫人哪会得来？因为人们让孙勇不里都做了的，冬日去报信。哎呀，夫人听见我上被捉，哪能法？我今朝还是气还是不气？不气，我上心灵出去。不过夫人这一想我。不要去，我去旁头也没请当起刚刚明白。对，不过夫人想我今朝去没去啊？不晓得我上的也没请刚过的少个闲话，一想我定好了，照夫人的想法，我定好是今朝我要立死我个儿子，我还来教育儿子。娘里呢是你长高的小辈，也没曾晓得，那么呢，估计这我好说上去。不过现在我上不去了，也没曾门前讲的少外，那么我现在听见李香老这我拿夫人1周个年头去，我现在到没到理想，我儿子一定要认认，至于我认认儿子，马上要性命好保牢。那我分口进我上，我西海儿啦！我马上听见我举目了海里儿啦！你再海举目，你要这样一个读书人啊！对，这个夫人听见李香郎这么李可见，要今年啊妹妹叫了老最近呢旁边屋头才好了，倒是一面大兵来智力已经提高活龙。儿啊，母亲，咦，哪得呀？是用想我分口去举娘，谁要害母亲的呀？现在就算我把分开了，我都已经让害进来的呀。儿啊，分错关，那么落着害出去的话，所以就是走龙。母亲，娘啊！一门成一口吧，母子帮对，轻轻上书，要见强敌一幕御史夫人，请放心，来，本部堂期待来日方是在。呀，这位虽是一老大人，老身来得了吗？请大人当面示弱。张夫人太过客气啊！夫人，来，结果张夫人。那么3位夫人到张夫人接他一个礼嘛，张夫人啊围进一个礼呀，一路妹妹就进来到里向，一枚情怀照口送的，行了。谁叫人送贡乡邻，一枚亲手到底啊！张家一人，来，结果领当夫人啊！对你妈妈给他用不上来教育，这不我嘛也记的呀。那么重新再打上来嘛叫人上啊！母亲啦，儿媳娘亲一把手了。是
周年的我上来到一枚青刚的杀我难18年，那现在是我的儿子，如果一枚青门一杀我，哪个儿子就要杀我下票的，所以夫人愿意。一大人，真是老身在家的事，我儿在说，不知我儿哪知过呀？他身为何罪呀？张夫人，请放心地了，林公郎真功夫临门，这怪当差不好，将林公郎当他朝廷要外，怎用开的？现在我吩咐公郎，林公郎是叫张勇，请放心呐。我有意思夫人想那么有什么？听一枚陈老讲，我的儿子叫张勇，蛮好，那我晓得的。这个外话说走了，既然总归要女性，为啥要女性呀？来听呀！我外甥努力当真勇做得来，那么事实是真勇呀。现在我的儿子在，我要拿这个泥头把你搞他。叶大人，你不能怪当差，这怪懂相懂貌的人多得很呐。我儿的相貌与真勇与须相像，大人呐。相真能用口笑的孔子与杨侯一貌相同，欧子胥乃把赵关城，言语呀你动高公，动高公相亲王夫人与欧子胥跟我一生，把赵贵从欧子胥从此为特牢笼，像那世纪同貌非是上大人惜他内心中，大人实际上动相动貌神都晃起来喏，易大人儿不知呀。真正两家是让举起，我儿与真勇是表弟兄，善意到谁得不吃举家中，所以嘛，我儿相貌
英勇相同啊！哈哈哈哈！于是夫人待困发心，本部长方才分工公让，一切之事我却明白。你张夫人来得正巧，喏，时间要与夫人待人一桩事的，请问大人不知如何待见？喏，张夫人，我若是将领公让，在今王人公祭命令，我们只为父子，将来功名良子在我身上，不知张夫人意下如何？哎呀！张夫人听我一律劝告，知道要张后商量，我跟我商要大道经理，不离做儿子。夫人想，那么我来得二老，我不来了，这张夫体我商好抬头了我身了，那我来着，哪里叫我难说饭？我唯独居然不答应。几人啊，你到面孔黄一了64夫人的人干啊，一般面孔整个挪我的我上十里少定要来硬吃里分20里，你做得出啥？不过夫人想是公我不答应，也没请做心要啥个做，可我答应啊那个。你想你到底是少定要办是真是一个儿子，那么真的叫羊落虎口。你一到是几人我里去了老虎旁边30万的又被吃他个，希望这个是危险的阶段。不过老他后来一想也有好处，啥个好处？因为几人何人都人各山各富各追各有，谁让做少定要办？是公我马上不离做子女子，大到经历起来，几人拿到你做不上罪，算了做不上呗，你外头做真用做不上，你自家我理不做的呀。不过夫人想想，就是要靠我马上平常一叫个一举一动要做得好。能够到几人屋里向去用功见到一照几人提拔出来，我做起来不为小。不过老太你律注定想想我啥，我今朝来不来，只好在日做去啊！不离做子女子，我可对你有好处。这夫人你律注定，但只有这个办法定好，那么要努力攻击命令大